各位觀眾早晨，今日是12月10日。當前市況顯示，恒生指數短期呈現窄幅上落，下方25,200點被視為重要的初步心理支持位。然而，從技術面觀察，一個不容忽視的警號已經出現，10天、20天及50天移動平均線已確認同步轉為向下走勢。這種多條關鍵均線集體走弱的格局，通常預示中短線趨勢轉淡，對後市不宜過度樂觀，大市進一步向下調整的機會正在增加。預計今日交易區間將收窄至25,250點至25,400點之間。面對當前市況，操作建議如下：首要任務是防範風險，倉位較重者應考慮逢反彈減磅，降低風險敞口，嚴格執行止損紀律。所有持倉均應設置明確的止損位，特別是若指數收低於25,200點支持位下方，保持現金為王。在趨勢明朗前，應保持較高比例的現金，避免貿然抄底。市場正處於關鍵的技術性防守階段，耐心與紀律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。